Hello 大家好啊！歡迎大家嚟到大師傅裝修公司嘅 channel，我叫 Edwin 啊。今日咧，我帶大家嚟睇下一個位於長沙灣海德苑嘅居屋單位啊。呢個單位面積咧大約380平方尺嘅，屋主要求改造成一房一廳嘅間隔啦。今次呢個單位裝修風格採用咗簡約風嘅路線，非常感謝屋主對我哋公司嘅信任啦，選用咗我哋公司嘅居屋全拆裝修套餐嘅。今次呢個單位工程項目咧係包括有更換廚房、廁所嘅牆磚同埋地磚啦，新鋪客廳同埋房間嘅地磚啦，磚牆間房一間啦，一道房門啦，廁所門、廚房玻璃趟門啦，新造櫥櫃、浴室櫃、鏡櫃、玻璃玉屏啦，仲有廚房、廁所嘅假天花連埋 LED 筒燈啦，全屋水電油漆連埋清潔費啦，連工包料合共2004,500蚊。我哋係絕無其他附加收費，以誠為本。好啦，首先廚房方面，廚房門呢，我哋採用咗黑框嘅玻璃趟門，而呢間廚房採用咗上下櫥櫃嘅設計。下方嘅櫥櫃預留咗位置擺放洗衣機，上方櫥櫃預留咗位置擺放微波爐，安裝抽油煙機。工作台面我哋安裝咗白色嘅石英石。雪櫃嘅位置呢，我哋預留咗喺單位嘅大門牆身嘅。洗手間門呢，我哋安裝咗純白色嘅木門啦。而洗手間嘅間隔，我哋可以做到乾濕分離嘅設計。而洗手間左手邊呢，我哋安裝咗呢組不鏽鋼嘅玻璃玉屏啦。而洗手間右邊呢，我哋安裝咗一組3門鏡櫃啦。而呢組洗手盆櫃同埋鏡櫃亦都安裝咗 LED 滲燈。睡房呢，我哋同廁所安裝咗同款嘅木門啦。呢間睡房嘅間隔呢，可以擺到一張雙人床啦，同埋一組到頂嘅衣櫃嘅。好，過嚟客廳睇睇，呢個單位嘅主色呢，採用咗白色嘅油漆啦。而客廳同埋房間亦都鋪砌咗淺啡色嘅木紋地磚。